你都不等我跑那么快。亮亮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跑这么快？脸还这么红？哎呦，没有啊。糖糖姐姐，刚刚在路上有个女生送礼物给亮亮哦，亮亮就跑走了。亮亮，你这样好没有礼貌哦。会吗？彤彤姐姐，那个女生是客家人，那你叫我讲客家话，我上次用客家话跟她打招呼好了。那有什么问题？我先来教你我们平常最常讲的你好，就是好。那他送礼物给你，你要跟人家说谢谢啊，就可以说俺子 say。好，那你跟我说一遍哦。好。好。棒。俺子 say。俺子 say。厉害！那我们来排演一下哦。假装彤彤姐姐是那个女生的话，你要跟我说什么呢？好。好。那如果我请你喝饮料，你要跟我说什么呢？俺子 say。喝饮料，彤彤姐姐，我也要喝饮料。哎呦，点点，我们只是在排演，没有真的要喝饮料啦。俺子 say， 俺子 say， 你好，你好，俺子 say， 俺子 say， 你好，你好。可是亮亮，你也不能只讲这2句而已啊。今天要学的第1句话是什么呢？好，你好。好，你好。这时候要说什么呢？好，你好。今天要学的第2句话是什么呢？俺子 say， 谢谢。俺子 say， 谢谢。这时候要说什么？俺子 say， 谢谢。点点好棒哦。好，俺子 say， 小朋友都要当个有礼貌的乖宝宝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张磊亮。